我这条村都是正月15的过年历，这个是我们粤西的一个非遗。这家里面就是亲戚朋友来啊，他们开心过来玩一下，做点杀个鸡啊，炒2个菜啊。我们镇江不是有这个海鲜鱼啊、虾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镇江，看我们粤西的非遗。今天的菜非常的丰盛，有湛江的特色，你看麻章的烧猪，然后白切鹅、酥炸沙虫、白切鸡、鲍鱼，这些都非常的丰盛，地地道道的湛江特色。